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靜姐姐。你簽到當過嘅習影片嘅答案了冇？你同阿公阿婆共下嘅時節，有遇到同阿克同樣嘅問題冇？一下我哋透過阿公阿婆來了解乜嘅係老化同老人家嘅健康問題。一開始我哋先來了解，我哋嘅身體有幾多冇同樣嘅內容。阿公阿婆嘅歲數漸來漸多時，身體嘅部位咩開始變化咧？到底係乜嘅變化呢？同阿靜姐姐共下來尋看下哦。我哋對老人家第一個印象係乜嘅？差唔多係頭腦冇白色色嘅，面皮打雜。因為歲數漸多，老人家嘅皮膚會變乾燥，開始會皺皮打雜。頭腦冇會綠、變色、變白，咩會目珠花花、蒙蒙看唔清楚，耳公聾會緊。嚇？唔講乜嘅？愛湯冇？甚至會食卡鹹，食東西感覺淡淡冇味絲等等，也係因為阿公阿婆佢哋嘅目珠、耳公、鼻公散麻，皮膚也都感覺嘅功能退化。唔係做得剛才佢哋嘅動作，咁有乜嘅冇同樣嘅地方？像講阿公阿婆行路嘅速度變慢，會喘，也係佢會彎到筋骨會酸軟痛等等，也係佢哋嘅骨頭、筋頭神經咩開始退化。另外，阿公阿婆嘅骨頭會變胖變鬆，會有駝背嘅現象。另外，退化性嘅關節炎。咩係造成阿公阿婆唔會行，骨頭酸軟痛嘅病因咯。故所係皮佢哋散步行路嘅時節，就會天天嚟行，隨時注意佢哋嘅安全。另外，唔係會發現阿公阿婆佢哋嘅體力比以前較差咧，不是項目幾步就很快，鏡頭太細，也係佢哋嘅頭氣同心臟血管嘅功能咩退化咧。頭氣內統嘅退化會造成佢哋不時屈促、有痰、肺炎等也幾種情形發生。心臟血管嘅退化可能會造成阿公阿婆有心臟病，也係血壓嘅問題。就像影片度阿克嘅夾骨同樣，不時會感覺頭腦昏昏、冇爽快。故所醫生會勸阿公要找時間量血壓食藥嘅，咩要記得唔好卡嘅阿公阿婆有睇食高血壓嘅藥嘅。也係不是頭腦昏昏，一定要較注意到，以防佢哋放倒哦。另外，阿公阿婆可能咩會亂牙齒，唔會吞，食唔得，消化唔好嘅問題。嚴重嘅話會造成營養不良、閉結，佢哋咩會因為分泌內統功能嘅退化，會個跌開，也係有糖尿病、有血壓高嘅問題。最後，我哋咁含記得頭先影片度。阿克嘅夾公會引起偏瘦嘅情形麼？原來啊，佢係因為老人家嘅泌尿內統老化，也係尿不腺脫胎所造成嘅。唔好卡嘅老人家係有見屙尿，也係按部頭來尿嘅問題，要提醒唔卡人帶佢哋去本醫生檢查看啦。以上講內統嘅說明，咁有幫助到同學對阿公阿婆佢哋嘅身體狀況有較了解麼？再來講，阿公阿婆佢哋除了頭先講嘅身體各部位嘅退化以外，佢哋嘅頭腦咩會有乜嘅變化呢？一般大家有印象嘅係佢哋嘅記性差。咦？唔過有幾奇怪呢？佢哋可能會唔記得頭先睇做乜嘅，睇講乜嘅。唔過後生時節嘅事情，啥記得清清楚楚，也有係樣嘅呢？因為老人家嘅認知退化，一般係影響短期嘅記性，但都唔會影響長期嘅記性哦。另外，阿公阿婆比較會分心，像講過大路嘅時節，一下冇生意就闖紅燈。故所唔係皮佢哋過馬路，唔會較注意到，因為記性比注意力較差，佢哋學新嘅事情。當然無法度再像後生時節安好，對複雜也係困難嘅事情，總較冇辦法吧。
故說平常同阿公阿婆佢哋傾下，搞佢哋新嘅事情時，要較有耐心啲。阿公阿婆變老嚟，佢哋每會經歷一些生活上嘅事情，同角色嘅對換。像講佢哋嘅生人嘅態度，雖然搬出去，有時呢對做也會變做阿公阿婆，有到老伴過身，有到退休冇事情做，有到不平，有到關係關係不佳，冇愛同人來往，有到變化，攏有可能對老人家嘅心理社會方面造成影響。雖然生活中沒有滿足快樂嘅事情，像兔孫呢，沒有一些嘅事情本阿公阿婆不足嘅操煩、無奈、孤單、寂寞。較嚴重嘅咩會有憂鬱症，故所愛關心佢哋，還愛陪阿公阿婆。以上嘅設計有本加過了解阿公阿婆佢哋嘅身體同心理狀況冇？安尼我哋傾下來想看啦。阿公阿婆佢哋世事更來更多，我哋做得樣嘅來關心，也係做得樣嘅同佢哋聽書呢。做得同老師也係同學傾下討論一下。一個影片都也暫時結束。下一集阿靜姐姐會同大家講，我哋按樣嘅關心大人啥，按樣嘅同佢哋傾下，敬請期待。